来消息来看，台北大巨蛋办世界棒球12强赛甲演唱会，提供一个真赞的场所。台中甲中华嘛拢拍算要来去大巨蛋，也毋过有民众是并无认同。有学者嘛指出讲，台中市是有去大巨蛋的条件，也毋过未来若要经营，就爱愈多元。 台湾得到世界棒球12强赛冠军，掀起棒球热。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日前建议中信球团伫咧台中起大巨蛋，更加符合棒球比赛使用，也会当分散台北大巨蛋的人潮。民众是看法不一，帮助附近带动一些经济上面的成长，然后还有像演唱会也可以进来，还有运动赛事也可以在这里办。北部的话，对我来说就够了，对。 北部就够了。对。台中市长罗秀燕甲中华县长王惠美不约而同，伫咧9号拢释放出要规划兴建大巨蛋的消息。台中预计需要200亿的预算，加6至10公顷的土地。目前议员伫咧盘点，预计伫咧罗秀燕任内完成选举。中华是选定伫咧中华交流道附近的地区，而且呼吁有地缘关系的中信甲美全球团投资合作，会再额外的帮台中市。 做一个大巨蛋，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中信金以及味全集团能够回到彰化，跟我们一起打拼，我们一起来孵蛋。体育学者认为，中南部确实有兴建大巨蛋的营运空间，若是以国际赛事考量，甲台北大巨蛋分别担任主场馆甲热身场地来讲，两粒大巨蛋之间的车程袂使上远。另外一个场地距离大概超过2个小时的车程就不太合理了。那中部地区的话，跟台北的交通间距相对是比较接近一点，所以不管是人潮的流动、交通的安排，跟相关的可能带来的商机，我会觉得中部的考虑会比南部好一些。聂超人强调，台中甲台北车程大约2点钟，加上是人口第2大城，交通设施普及率高等优势，确实有兴建大巨蛋的本钱。但是建议规划包含赛事、商演等多角化经营策略，才会当避免盈利。记者台中报道。